歡迎收睇晚間新聞，我係陳嘉欣。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：因為只係為咗蠅頭小利，害死咗咁多條人命。政府調查宏福苑大火，發現有人用唔合標嘅棚網，再混入少量合標嘅棚網，蒙騙檢測，到而家拉咗14個人。因為有啲嘅遺體咧已經係變成灰燼啦，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。最後咧未必能夠將所有失聯嘅人士係帶翻出嚟嘅。Sorry。警方喺最先起火嘅宏昌閣發現多具遺體，部分殘缺不全，甚至燒成灰燼。大火增加到151人死，政府即日開始向死者家屬發放20萬慰問金同埋5萬蚊殮葬金。10月零售銷售按年升6.9%，連升6個月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：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，到而家造成151人死，有大概30人仲未聯絡上。警方同埋廉政公署調查發現，有4座大廈嘅棚網樣本未達到阻燃嘅標準，懷疑有人用唔合標嘅棚網喺棚腳就包住合標嘅棚網嚟應對檢測，到而家拉咗14個人。